推開玻璃趟門就係前花園同呢一個海天一色嘅景觀，估唔估到呢一度係香港邊個地區？等我開估啦！豪宅大師今日帶大家嚟到雲海參觀呢一個就嚟絕版嘅4房3套。單位前花園透過玻璃趟門連接客飯廳，高采光度嘅長形客飯廳，無論採用咩設計風格，喺極高樓底嘅開積之下，都同樣咁合適。連接飯廳嘅廚房，亦同樣係新鴻基一貫嘅交樓標準，唔止用上德國高級品牌 Gegenau 嘅廚具，仲有足夠嘅備餐區同儲物空間留俾新業主理。嚟到睡眠區，設計師將4間睡房分佈喺2層嘅兩邊，3110尺4房3套，唔單止開積方正，每間睡房佈置睡床、衣櫃等家具都綽綽有餘，而其中2間較大嘅套房，每日都可以望住呢一個八仙嶺海景。向內園嘅客房同項目其他洋房有一定嘅距離，私隱度同樣照顧得好好。正對海景，性價比高，而且距離鐵路網只係10分鐘步距嘅洋房，喺香港真係絕無僅有。如果你都想一齊感受下呢一個單位嘅魅力，歡迎喺評論區留言大師，即刻關注我賬號豪宅大師，下次再同你一齊去睇香港唔同嘅單位。